验到地干部超标，赖清德表示该办就爱办，国民党团要求总统会室的行政院长落台。第9号风台包围暴风圈直直咧扩大，拜5、拜6上瓦近台湾，气象署提醒民众做好防灾的准备。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7日中道新闻，我是麦尚莹。先来看中联油脂的油，互人验到低干物苯变比超过标准。总统赖清德是表示讲，该停产就爱停产，也若该落价就爱赶紧落价。也若立法院国民党团的是批评这是安政策是要创啥子？出代志了后，食药署阁无要来公布名单，所以要求总统就爱会室的行政院长也着落台。总统道歉。院长下台。立法院国民党团7日透早召开记者会，批评政府食安失灵，连学校的营养午餐嘛堆哩着多。总统应该会室的，行政院长应该落台，因为中联油脂大豆沙拉油验出低干物苯偏比，连水尾厂商泰山、福寿、福茂嘛对哩牵连着。互全台湾的消费者拢真惊，卫福部食药署第一时间煞干那要求甲第一站的油品落价，其他的唔免，嘛无公布品项的名单，要安怎互人民安心呢？一副好像民众自己会应变，地方自己会处理，长辈自己会保重，孩子自己会分辨。那请问，我们还要中央政府干嘛？食药署后来阁紧急宣布，有问题油的产品也是半成品以油的原型出现，也是使用占20%以上的问题油，比如讲沙拉酱等等的产品，拢需要落价。根据台北市上新的稽查结果，卖场甲大卖业者拢总有12间，饭店、餐厅2间，还阁有42间学校，拢嘛甲有问题配合的油进货。名单包括康达盛、金华酒店、故宫精华等等。前述名单全数皆已配合下架问题油品。卫生局会持续追踪相关产品回收及处理后续情形，以维护民众食品安全。台北市长蒋万安嘛伫咧面册讲，另外阁掌握5间的相关业者，只要甲有问题油制造的食品有关系，无论使用比例是高还是低，拢全面以风声落价。也若导游的代志是一直拖，总统赖清德7日透早出席中研院的活动的时阵就讲，食安的政策无让步的空间，会下令追究责任，绝对袂放任。该下架就要下架，并且要求257家业者要主动公布他们的产品，让民众有知的权利。第4个就是该究责就要究责，绝不宽待。大总统强调，面对任何的食安代志，拢需要中方甲地方斗阵来合作。这摆是药署做的对策，嘛会当看到地方政府配合稽查，甲落价工课。煞尾政府要是会以食品安全第一、公开透明来维护民众食品安全的目标。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高雄鉴定一条巷仔，这规排拢是30-40档以上的工具，有一户是住1楼的，伊想要把这门口的共有地甲搭起来使用，所以引起2楼住户的不满。结果双方一个起冲突，这住1楼住户的朋友呢，竟然去破坏人的物件，互警方是照毁损，也有恐吓罪嫌来上班。也那工务局也认定这搭出来剔除是违建，排定明仔载要甲拆。我哪里？穿乌衫的人歹穿穿哪妹哪甲人的回卡，后头摆拢沿路倒，受害老小姐未堪为忍，随报案。这是高雄前镇电动一家巷仔路，因为新搬来1楼住户要甲头前的共有地摕来做私人用，爱厝头家来搭剔除。住2楼的老小姐无当机去甲市府检举，市府认定违建袂使施工，想要到1楼住户的朋友，所以用这款的方式来提议出气，也和警方依法上班。他那个时候当时在施工。然后那个检举大队来说，哎，你这个是违建，不可以施工，有人检举你。然后他们听了就星期五，他说好就不可以违建了嘛，他们自行拆除。自行拆除之后，就导致这些事情发生。全案调查后，依触犯刑法、妨碍自由、恐吓及毁损等罪行，依法移请台湾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现场实际甲看，电动一家这条巷仔路，住1楼的人强要逐户拢有搭铁厝来使用。对此，工务局表示，只要铁厝捅出来深度超过120公斤，拢是违建。当时厝主讲，是因为厝骹环境日头伤炎，才想讲要搭铁厝来炸热。即摆代志变安尼，看市府安怎讲，伊就安怎配合。楼下当然很热，当然会受不了，他会跟我说太热了，所以说我屋主处理，我屋主我一定要帮他处理。
点事情，结果他也不让我处理啊，那我就收起来了，不处理了啊。尚未依规定拆除，将依法进行强拆。另外提醒民众，在101年4月2号后新建之违建，皆为优先拆除对象。教育局表示，原底要增建的铁柱已经认定违建，要求停工拆掉，切会去复验。若是无拆，就会强制拆除。记者柯家族邱超雄高雄场报道。进前在中信兄弟棒球队的啦啦队员呢，是互马将军队，而且搁加攻击，这是引起社会对禁烧法的讨论。官方统计讲，这禁烧的案件受理了后，要到11天过，安尼才有书面的警告。要若这保护令要落来，就要等1个月以上啊。有立委是提案修法，希望这保护令的流程会当较紧的，才通量早来保障当事人的安全。起用了的这个查甫人涉嫌举刀啊攻击啦啦队的队员，目前要是放弃啊。啊，不过这个马将攻击艺人的代志，互大家伫咧讨论金钟烧焦防治法敢要修法无？有立委就提案，会当比较家庭暴力紧急保护令的制度，经过检警提出申请，判伊认定有急迫性的危险，就要伫4点钟内紧急核发。受到骚扰要达到保护令的时候，加上我们的书面告诫，要长达45天的时间才能拿到，时间是不是过久？我们必须要先通知被害人，通知加害人来提出对那个被害人他的申请书来提出意见。那我们当然就是需要一个通知，还有等待他回应的这一段时间。金钟烧焦防治法起稿已经5冬外，根据官方的统计，全国警政单位受理报案了后，平均都要开11.9天才核发书面的警告。也若一般保护令的申请拖搁较久，平均要超过30天以上。虽网讲内政部回应，有9成以上的金钟烧焦法的案件，伫咧互因书面的警告了后，就无搁做啊。啊，毋过相关的保护机制，矫饰防治机有真济不足，嘛有立委提案，甲金钟烧焦法性甲性别这项构成要件抬掉。符合社会通例的案件，可是，在司法的见解上差异极大哈。现在在第一线的困难就是性别相关到底怎么认定，标准不清楚。我们大概7月份左右，就这个整个的整理资料，这个构成要件的指引就会出来。有立委就认为，有真济金钟烧焦法的案件已经有认定标准无同款的问题，都惊有被害人无防保护到。建议甲性甲性别台独，啊，毋过内政部是反对的立场，表示要惊若是台独为校园霸凌、工课场的排斥、厝边纠纷等等各种人际冲突，全部会加做伙，可能会影响到第一线的事务运作。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幼儿囡仔的权益，这是基隆市竟然发生有准公托幼儿园，互家长指控讲这教保人员不当对待囡仔。基隆市政府今仔日是根据第1阶段行政调查的结果，照这教保服务人员条例第40条来公布涉案机构的名，也有2个涉案教保人员的名字。现阶段工作重点仍以协助受影响家长及孩子需求为优先。对于各界意见尊与尊重。市政府是强调，这是照教保服务人员条例第40条来公布2个涉案教保人员的名册，也有这个涉案机构的名称。有个明仔会来开教保服务人员违法事件认定委员会来审议第2阶段行政调查的结果。若准讲这程序有顺安尼完成，落尾呢7八就会公告废止幼儿园的设立的许可证。也若市长谢国良今仔日暗时也会去参加第5届的家长会议来说明案件上新的进度。再来看最近第1级毒品依托名字呢是定定咧出现，国安局是表示讲，其实这相关的原料主要拢是对中国走私来的。为着要来防止这毒品危害台湾人，局长蔡明干是表示讲，会甲国内外的机关来交换情报，也会设备用无人机来侦查。最近这几年，新的毒品是愈来愈多，嘛，互食毒赛车的代志，达不时就咧发生。其中1级的毒品依托米剂做的丧尸分段占上侪。对着这件代志，国安局讲，相关的原料主要是按中国走私入来台湾制造。情资往来部分，其实我们有很多情资到大陆去之后，那目前大陆都没有积极的回应。所以我们也是希望透过各种管道来共同来打击这个毒品犯罪。在毒品的资讯的流通，在暗网上，那它有很多的资讯的讨论。那这部分我们怎么样能够来做相关的部署？我们的反毒课程里面也私讯我们的国安情报团队来操作无人机，为着防止毒品继续入来国内。
国安局长蔡明岩表示，会甲国内外机关做争取的交换，嘛协助建置无人机等等科技侦查的方式。蔡明岩嘛坦白，目前毒品滥散用的问题已经是正做国安问题啊，无排除是中国复合式施压的一种。若是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进前就讲，中国最近的烟蒂岛链部署超过110架的军舰，数量已经创历史新高。每年大概7月到9月，本来就是共军，特别是在战区层级例行军事演训的一个热季。事实上，现在在西太平洋大概就有4个中共的海军的一个编队在进行活动。中共在海上船舰的动员，确实是有升高的趋势。中国甲俄西亚按7月开始要举行海上联合演习，蔡明岩讲已经事前向大总统报告，卖甲国际盟友保持情报合作。斟酌观察代志的发展。中共的国防部是在7月5号对外做发布，但事实上我们在之前的国安例行的会议，大概都有掌握相关的趋势。西北省份的一些相关的基地，他们都有打造一些包括台湾都市的一些建筑物，甚至还有外军的一些船舰的模型，在进行一些导弹的测试。整个战损的情况，可以来了解它相关的一个导弹命中率，还有那个击毁率。另外，中国官媒央视搁一届公开解放军伫内蒙古朱日和基地演训的画面，背景好亲像出现仿造咱国总统府的建筑。蔡明岩强调，会继续甲因监测来了解状况。记者综合报道。这山顶有人咧卖这 Pokemon 的牌啊，也毋过呢，真奇怪的是，这个买的人拢无去便利店来领，全部拢搁退倒转来。结果拆开来检查呢，煞讲内底物件也拢全部无去啊。毋但是这个业者受害，这收货拢是同一间超商，所以认为这内部的管理可能有问题。先是到超商领用退货包裹。为了自保，伊全部录影，并且伫超商柜台当场拆开，也毋过伊烦恼代志个人发生了。卡片不见了，这两包咖啡是我送他的咖啡。先是无过有啥物希望，搁贴第2个退货包裹。这个原本我都有封起来的，这应该也被拆过了吼。先是讲有一个买的人伫伊网络的卖场用回购付钱的方式买总计28,000块的3张宝可梦卡牌。伊逐个日寄出去，25到台中市南区一间超商，因为买的人无去退货，7天了后摕转来寄来这门市。因过包裹内底这3张卡牌其实拢无看咯。代志发生了后，才发现讲受害的人毋拿伊一个人尔。一问之下才知道说，我们这8个人都是同一个卖场的那个同一个买家的账号下的单，然后寄到的店也是同一个门市，收件的名字也是同一个。我自己的怀疑就是，要么内部管理有问题，这家店的内部管理是不是出了问题？要不然怎么可能同一个地方让大家肆无忌惮去拆包裹？我会建议说，可能在寄的时候。可能在封装的时候，可能也是要全程的录影，不能只有拆货的时候全程录影，这样才可以确保说我们在寄出去的时候就本来就有这个东西，那回来的时候没有这个东西，就能证明说它中间一定是被别人拿走。我律师建议讲，这类的交易，卖人出货时阵上好也全程录影，才有法证明真正有将物件寄出去。据统计，全国有8个受害者，损失总共超过10万块，其中4个人已经分别向台北、新北、苗栗、高雄这所在的警方来报案。希望莫有其他卖人受害。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的部分，先来关心的是，这伊朗前最高领袖哈米尼，伫个2月28号美伊联军甲崩死，7月初4到初9是来举办国葬。也那哈米尼3个后生拢有来参加，毋过接任最高领袖的穆吉塔巴煞犹原也是无出现。也那这国葬典礼呢，是由伊朗激进派的诗人来主持，伊伫个台顶是话要刺杀美国总统 Trump， 也那台下真侪民众也出声支持。伫伊朗首都德黑兰的伊玛目霍梅尼大清真寺，初5入暝了后，也是有真侪来参加前最高领袖哈米尼国葬的民众。伊朗官方表示，对初4开始连续6天的国葬，预计会有1500万伊朗人出席。国葬台顶的主持人是伊朗激进派诗人拉苏里，公开发表要刺杀美国总统 Trump 的言论，引起现场民众激烈的回应。از این به بعد کفن جای جام بر تن ماست قسم به خون تو قتل ترامپ گردن ماست 今
今年2月28日，哈米尼和美国以色列联手甲邦士，各种延迟4个月才举行。初五包括伊朗总统等等真侪现任的高官，也有哈米尼3个后生穆斯塔法、马苏德、梅萨姆拢有出席。敢若这名最高领袖的后生穆吉塔巴也是无出现。有消息指出，56岁穆吉塔巴伫咧甲哈米尼共一场空袭当中受重伤，目前是重度昏迷的状态。上无有一只骹腿已经无去，目前是靠呼吸器咧生存。伫咧哈米尼各种典礼现场，麦当看到民众甲要对川普不利的旗啊举悬悬。You look at Venezuela, you look at Iran, we wiped out their military. 美国总统川普测试伫咧美国250年国庆演说当中，搁再讲到美军的军事力量有通好征服任何国家。针对哈米尼国葬，川普接受专访的时，搁再口说，医生表示美国和伊朗放1礼拜的假去办丧礼，也搁质疑伊朗的民众是咧假好。伊讲美国开一枪就会当解决伊朗全部的官员，也毋过美国袂动手，若无就无人来进行谈判。伊嘛讲伊朗当咧祈求达成协议。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好，这骹球赛呢是踢甲真热，这天气嘛共款是安尼热噗噗，球迷是好热甲挡袂牢。伫咧美国甲欧洲即阵啊，这冷气甲电风拢真抢势，是袂甲安尼下叫，嘛互这主要的制造商也就是中国趁甲优势势。这近大纽约地区天气有够热，真侪来庆祝美国国庆，也佮看世界杯骹球赛观光客，一出门就热翕翕，当拍鼓早日头的雨伞甲冰水，真侪人拢炸掉咧。Very hot, although the UK is pretty hot as well. It's 35 in the UK at the moment. It's super duper hot. We've been using like cold towels around you, drinking a lot of water, being dehydrated. 国庆假期的世界杯骹球赛伫美国休斯顿、纽约，也佮纽德西以及费城正伫进行，也佮有多数体育场，也佮看比赛所在是露天的，真侪观众伫入场安检，也佮有伫咧看比赛时阵，拢伫日头骹晒真久，是真热。那安尼，体感较袂着超过38度的高温，雨流大人无家可归，也是伫外口做事的人，面临这着雪风险。纽约州郊区紧急救助的电话一日加真多，119急救团队准备真多兵地，来回伫外口无冷气的徛街内抢救病人，结果家己也热甲要死，赶出湿地强要着雪。极端的气候和真热的天气变甲真危险。欧洲的高温已经造成超过4000人死去。大卖场内底卖会用刷来刷去免正空的冷气，也佮有电风，拢无够通卖。6月份，中国对欧洲的冷气出口量是增加真多。即间的小商品中心义乌，各种新型的抗热凉感商品卖真好，像是拍开有架电风，也使喷水雾的早日头的雨伞是大销。伫外口使用有电火灯，也佮有喷雾功能的电线。实施的一粒就大面筋产品也卖真好。业者生产出货速度真紧，主要是挑战配合欧美甲日本、韩国无同市场所需要认证甲材质的需求，讲会一步一步甲高级市场的标准，甲放伫产品内底来带动这升级。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继续来关心，这风台巴威是一定咧变强，上大的风速1点钟是要到290公里。今仔日透早，这条风台呢已经登陆北马里亚纳群岛。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这巴威有可能会有灾难性的破坏。因为咱气象署是指出讲，这条巴威伊的结构是真十尖的，拜5、拜6上晚近台湾，到时阵各地风雨可能会真大。关岛也个巴马里亚纳群岛继续透大风、上大雨，大路顶的车减真多，当地民众无用咧固定门窗，商店的出入口封起来。警方是继续巡逻，大声放送爱民众做好防台准备。I don't think anyone can ever really be prepared for typhoons or natural disasters, right? But with our current situation and how hard our government agencies and all our volunteers are doing, I think that after this storm, we will be at least a lot safer. 美军联合风台警报中心讲，巴威最近这几日的落草明显偏西，上大的风速接近每1点钟290公里，阵风阁高达350公里。嘛，伫礼拜1透早登陆巴马里亚纳群岛上南边，超1500人的罗塔岛。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若是巴威维持目前的强度，当地厝顶可能会起用掀起，壁倒树啊，也有电火条啊，可能会倒落来。部分的地区甚至会失电几礼拜到几个月。那关岛的政府已经提早开放避难中心，全面来戒备。特别注意的是，即届受到巴威影响的关岛巴马里亚纳群岛的天灵岛，拢有设美军的大型基地。巴马里亚纳群岛的塞班岛
这个机场甲港口也是美军战略的前进基地，也佫有演训的重要据点。另外，梅沙这粒风台是甲中国南部扫甲如苍苍，广西的凤冈城市初六变大雨，变甲市区规个做大水，规仔路也佫有真侪车拢向淹去，规个水佫淹到大人的腰。那居民就爱调水撤离，救援人员出动手丁船，一号一号去找，甲民众救出来。那气象单位继续发布警告，提醒民众都爱防内山出水，也佫有土石流。公司新闻，陈秋梅编译。进前6月底的大水雨，予三亚溪1楼这台南太乙工业区呢是淹甲真严重。即马这包围风台搁要来啊！立法院经济委员会今仔日是落南来考察，台南市水利局也来点出各地卡到淹水的所在，甲中央争取20亿的经费，希望会当提高台南市防水灾的能力。大雨一直变，车路直接变大海。顶个月26日，台南三亚江溪水头集水区24点钟累积雨量高达353毫米，超过10档防洪标准的设计用量，致使三亚溪水位涨起来，差一点崩坏，造成太乙工业区、仁德交流道东区甲永康部分区域积水严重。为此，立法院经济委员会初6下早落南考察防汛准备工课，采取先甲爆花贴悬30公分的应变措施。爆花加悬30公分这个部分，我有甲副首长拢有讨论，我认为这是可行的，所以先做。而未来出到需要，这市阮的补拢无要紧，大家来斗相共。其实在4点那时候刚好开始满潮，所以一路。完全没办法控制所有的状况，规个拢中了。所以这个部分就是那个瞬间的雨量，所以这都是我们现在要去解决。淹水过后，台南市政府水利局嘛调查各地高淹水的所在，甲中央争取20亿的经费，采取防堵甲疏浚并进的方式，提升台南整体防洪标准。另外，因应包围风台瓦近，台南市政府近期嘛启动下水道行透透专案，侵入地下水排水系统进行全面检查，确保封汛期间排水系统的运作。比较容易淹水的热点，展开纵走的一个复查，包括下水道跟排水系统有5点多万立方的清淤量，还有长达336公里的清淤长度。面对极端气候愈来愈频繁，台湾必须建立更加完整的防灾应变机制，提升面对极端气候甲重大灾害整体应变能力。记者综合报道。新竹的当有一台货车呢，在后道关无码，结果沿路个超车，煞去弄到这个刹车啊，煞安尼落来，险啊去夹到后壁骑乌多摆的人。这业者落尾受出面来回失的，也表示讲会加强教育训练。那警方是提醒民众，这货车顶悬的物件呢，一定爱甲绑好好势，若准落来，安尼上当会罚180块。暗时骑车伫半路啊边仔，向有一台货车驶过去。详细看，货车的后车道完全无关，而且车速阁真紧，就安尼沿路超车。过无偌久，货车顶悬竟然落一台刹车啊！落伫路中央，后壁奥多摆看到，赶紧闪开，险险啊弄掉。后面来的车根本来不及反应呢，而且晚上，人家总会想到说有东西会掉下来。货车正常你要把它绑好才可以启动，不然会造成人家事故。代志发生伫新德县德东镇中兴路，根据了解，这台货车是附近一间卖酒的店家的。迄日新来员工对货车无熟，再无甲后道关好势，店家有回失的，也讲会对员工做教育训练。警方提醒货车哪驶哪落，相当罚180。涉嫌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可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3000元以上18000元以下罚锾。本分局呼吁驾驶人应妥善固定所载货物，避免行驶中掉落，危害交通安全。警方将持续加强取缔相关违规行为，以维护用路人安全。警方提醒驾驶驶车，不管是拢爱注意车辆状况，车顶的货物摆会固定好势，若无唔奈害别人危险，也会害家己吃罚单。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
再来看，昨暗暝暗的时呢，伫咧苗栗头份交流道附近，有民众去看到一个8、9岁囡仔伫咧快车道咧走，而且身躯边拢无大人。另外，昨嘛有民众去翕到国道1号台中大雅路段，有男性是伫咧路径咧走，国道警察表示，这依法上济会甲罚到6000块。行车记录器翕到车只拄到苗栗头份交流道，准备驶入快车道，雄雄就撞出一个正细粒子的查甫囡仔。无大人伫边仔看过，伫咧内线哭哭走，尾也阁下过马路，互驶车的人真正拢惊甲赶紧闪，看到的民众嘛惊甲流凊汗，讲实在是太危险了。第一次看到这种很夸张，小朋友在马路上奔跑，又在接近是傍晚的时候，车辆很多的时候，如果家长没有好好的照顾，我觉得这真的是太扯了。民众普文讲，初五尾暗仔驶伫咧苗栗头份交流道附近，发现讲这个查甫囡仔，家己一个人伫咧车道咧走，佮下过大路去到对向，加载无发生意外。警方表示，目前无接到报案，也毋过卖调监视器来追查。毋过，立法联盟就表示，除了囡仔危险认知能力爱加强以外，监护人嘛要负起相当的责任。孩子他可能不是故意违规的，但是因为他们缺乏危险判断跟冲动控制的一个能力哦，所以呢，在这个道路上面奔走，确实是有非常高的一个风险。儿童跟家长都需要我们在教育的一个过程，让他们理解到道路上面的一个风险。另外，伫台中，初五尾暗仔5点外左右，有民众驶车驶到国道1号上北171公里大个所在。也就是台中大雅这个路段，发现伫咧内侧的路径有一个查甫人伫遐咧撞，边仔的车拢是用破百的速度安尼咧驶过，画面看起来实在是足危险。如查证属实，将依《道路交通处罚条例》第33条第4项之规定，自单举发，处行为人新台币3000元以上至6000以下罚锾。警方讲会调电眼来确定行为人，嘛依法来开罚。两件代志虽然拢无发生意外，毋过拢影响道路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台北的西门町为说全台湾头一个户外食薰的空间，这是规定有新的人，也阁有约未满12岁拢袂使入去。也毋过，所有民众讲，这现就看到2个囡仔伫咧内底。市政府是表示讲，会阁加强宣导，违规上当会罚到1万块。为推动无食薰的都市，台北市府伫顶个月初伫西门上款的负压式食薰式正式启用。不过最近有民众发现，有2个囡仔也踮伫负压式食薰式内底，疑似咧等斗阵的大人食薰。看到的网友表示，囡仔伫食薰式停留时间超过5分钟以上，为民护上网引起讨论。政府机关要多把关，要不然说真的，因为这里人很多，家长也会担心说小朋友在外面等，不知道会不会就是会遇到什么危险。希望小孩子能避开这个区域，这很危险。负压式食薰式内底拢是食薰的人，阁是密闭空间，囡仔较数值分泌，引起外界烦恼，是不是有2手薰、3手薰的健康记录？台市卫生局回应，薰害防治法第16条，未满20岁人甲有身份的人免食薰，父母、监护人或者是其他实际照顾的人，爱禁止未成年食薰。烟害防治法规定，未满20岁之人及孕妇不得吸烟。本市负压吸烟区入口已公告相关规定，未来会持续加强宣导及稽查，尤其是儿童、婴幼儿的2手烟、3手烟的危害，对于大脑的一个发育的一个完整，对孩子的一个注意力集中、情绪都有明确的影响。为达到部分都市环境，台北市卫生局各公告8月初开始，就划给上款甲新中山线行公园周边上款禁薰，食薰的人爱到指定食薰区违规上悬罚1万。不过，复合式食薰式管理依然爱等市府加强检查。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这中联油脂的大豆沙拉油呢，去检到低甘物苯变比超过标准。目前台北、新北甲台中拢总是有131间学校，也有1间实验教育机构是用到这个出问题的油。医师是指出讲，若准长期拢食到这个苯变比，安尼有可能会造成基因的突变，来增加癌症的风险。所以建议民众都该食寡青菜甲果子来帮助代谢。
中联油脂生产的一批大豆沙拉油验出低干不苯并芘超标，有1300栋供应予泰山福寿甲服务3间业者。学校的部分目前台北、新北甲台中市府拢有清查，嘛有公布受到影响的校园拢总是有131间，甲台中一间实验教育机构有用到出问题的油，目前是拢封存停止使用。在市府的官方网站嘛，拢有公告，什么学校有使用到有问题的油，互民众通查。截至7月5号，教育局已清查辖内学校午餐及幼儿园供餐情形，有39所学校及1所实验教育机构曾使用相关问题的油品。教育局也将启动专案稽查户团膳业者及学校办理现场督导及盘点，并要求团膳业者及学校落实自主管理制度，严格把关，持续配合调查进度。这届沙拉油验出低干不苯并芘，每公斤有到8.1微克，已经超过咱国法定标准的2微克。有医生表示，苯并芘去 WHO 下底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来制作一级低干物，伊经过人体代谢以后，会变做有活性的代谢物。若是食长期，可能会甲咱人细胞结合，造成基因突变，也佫有增加癌症风险。医生是建议民众会当加食青菜水，过来协助代谢。它本身是脂溶性的化合物，所以民众如果担心说，我过去有没有可能不小心误食到苯偏皮的油品或加工食品？建议说多吃一些高纤维的蔬菜跟水果，就可以帮助我们身体把它代谢掉这个脂溶性的化合物。医生嘛提醒民众，尤其是有新的妇人人甲幼婴囡仔，要特别注意，因为幼婴的肝脏解毒能力甲 DNA 修复机制也无遐好。若准出来有政府公告讲有带苯并芘的油，医生是建议唔通搁食。记者卢尚珠、郑俊尧台北报道。华信航空呢是目前咱台湾国内唯一有飞高雄、花莲，也佫有台中、花莲的航空公司。也毋过，即马这2条航线已经愈来愈无人咧坐啊，逐档拢咧了钱，所以即马华信航空是拍算要来停飞啊。也那民航局也正式有收到申请。国内航线高雄到花莲甲台中到花莲航线可能加入历史。独家经营这2条航线的华信航空内部数据显示，高雄到花莲航班平均载客率干了2成，台中到花莲差不多3成。实际问台中旅客坐意愿并不悬。因为现在台湾的那个道路蛮方便的，开车就是自由性比较充足。本身是没有坐过这种航空，也没有飞过花莲，都是开车过去的，所以觉得没有什么差别。华信航空董事长陈大军进前讲到，国内线载客按9成以上才会拍平。高雄到花莲甲台中到花莲2条航线每年了7000万，希望透过停飞，将份零线到需求较悬的离岛航线来前帮。学者分析，虽然过去这2条航线包括3间业者同时咧飞的黄金时期，不过即马提供路条件咧进步，航线的市场需求比服务性质较悬。平均的载客率可能也差不多就是在2成左右，所以整个经营层面来讲的话，事实上就是每飞一班它就一定会做亏损的这种结果。那甚至于说这个航班因为必须要去执行，所以反而在离岛的部分可能有一些航班的调度就没有办法去同一个时间来兼备。希望还是能够保留这2条航线。好，那不管是以中央的财政资源或是地方支持，不一定锁定的是台湾国内的客人，也许我们也可以锁定国外的客人，从高雄跟台中入境的。花莲旅游业者透露，其实台中航线、高雄航线带来，毋但是国内客，也有机会带入来台的国际旅客。今年开始就一直努力，希望透过旅游商品优化甲业界合作，引来乘客。遗憾业者也是选择申请停飞。民航局表示，已经收到华信航空函部暂停飞这2条航线的资料，来检视业者提出的说明资料，依照规定暂停终止国内定期航线进行安检后乘客处理机制，报请民航局核准交通部核准，核准期开始60天了，将暂停或者是终止。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家己市区的公车，互民众指控讲，这椅仔顶头呢乌乌一架一架，看起来亲像是生果同款。业者是表示讲，目前是有讨论这个清洁的办法，若准无法度来恢复，安尼就会换新的椅仔。冷白色的公车顶面，密密实的污点，那亲像是生果同款。互人坐的所在，嘛有一沓一沓垃圾的所在。民众伫网络发文，讲家己市的公车顶面拢看到这种状况的椅仔，质疑相关单位敢有在注意卫生的问题。上次看到只有用站的，根本就不敢坐，因为下去之后，到底有没有传染还是怎么样的话，会新生
畏惧，尤其现在传染病这么多哈。应该不像是发霉了，它是算是比较脏污垢而已啊，对吧？还可以的，因为最近下雨嘛，说不定那个已被有那个油垢了，但至少还要清一清了，观感比较好。客运公司出面表示，车内环境除了司机逐工会来摒扫以外，下班时阵嘛有请专门的人来做清洁。因为这款椅仔色水较浅，所以若是民众的手也是头毛淡淡，较会有掉色的状况，不是以自来生高。乘客的头发发油啊，造成一些椅子上那个吸附它所致啦哈。那驾驶部分是我们每天都要定期在清洁，好，那它清洁部分可能是在表面上清洁而已，然后可能渗透进去，所以米色的座椅就是比较容易凸显这个脏污。因为即摆有民众反映，客运公司强调已经甲负责清洁的厂商讨论改善的方法，但是效果无较好，嘛有可能会将状况较歹的椅仔直接换掉，减少民众对公车椅子卫生的顾虑。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台大病院甲附大病院等等有来合作，利用这 AI 来辅助大肠镜，帮助大肠癌高风险族群来做检查，要来降低着癌的风险。虽然讲即马这科技会当帮助临床的治疗，也毋过病院是表示讲这人体应用要着等待卫福部进一步来评估。癌症连续44年是国内10大死因的头名，其中大肠癌长期排伫咧10大癌症死因前几名。不过大肠癌若是会当量早发现，切除癌症腺瘤，都有机会降低着癌的风险。针对细有癌会验到阳性的大肠癌高风险族群，台大病院主导下病院研究，利用 AI 即时辅助大肠镜检查。拜公布研究成果，证实 AI 会当找到更较侪腺瘤。那总共是有1300个受试者。那接受这样的检查，那这样的检查里面呢，就是除了我们现有的一个内视镜的一个检查之外呢，还有用 AI 的一个辅助哈，就是 AI 再去加强识别，那可以看到更多的这些癌前病变。在使用 AI 辅助的这边，那比这个没有用 AI 的那高了大概5% 哈。那找到的腺瘤性息肉的颗数哈，那平均每一个病人会多0.2颗。这个下病院的研究是甲研究分做 AI 辅助大肠镜，甲一般大肠镜两组做比较。病院发现 AI 当替医生找到更较侪癌症腺瘤，腺瘤的侦测率为57.4%提悬到65.3%，所以有 AI 到3工就能降低新医生检验的时漏到期的几率。有一些年轻的医师借用这样子的 AI， 它可以快速的提高他们的能力，来达到跟年长的医师、资深的医师的能力是相近的。台大病院表示，研究成果已经刊伫国际重要的医学期刊，代表研究是经过国际审查，得到国际医界的肯定。不过，这项 AI 辅助大肠镜未来要安怎实际用伫病患，甚至列入相关的政策部分，又要等卫福部进一步评估决定。记者郭金勇、王志光台北报道。伫巴西有3个超过100岁的姊妹啊，这3个人加起来呢，拢总有316岁。若是摕到这个金氏世界纪录，也有这个研究团队透过抽血调查因的生活习惯，想要了解长寿寿的秘密。三姊妹欢喜摕证书翕相，为正病的开始是109岁阿姊、103岁甲104岁的小妹，加起来拢总316岁，是全球上长寿的姊妹3人组。巴西圣保罗大学研究团队特别去拜访，为生活习惯到基因鉴本，逐项总列，想要破解长寿的基因密码。No exame de DNA, a gente procura os genes protetores. E a gente sabe que são vários, não é só. Então, quanto mais pessoas a gente tiver que passam dos 100 anos e principalmente famílias com vários centenários, maior vai ser a precisão da pesquisa no sentido de identificar esses genes de longevidade. 研究团队指出，过去一直认为长寿靠食食甲运动，不过这几冬煞有愈来愈侪证据显示，基因可能才是关键。姊妹啊，颠倒讲，囡仔时无冰箱，新鲜现捞的食材，就是上好的冻龄补品。De pote na cabeça, aquele tempo, né? E nadava muito, pegava onda. A pegar peixe, depois ia cozinhar o peixe e depois ia de caranguejo, pirão de caranguejo, muito bom.
研究团队计划要收集500个百货人水样本，希望通解破120个线索，看3个全球纪录保持人私底下斗阵，参一般兄弟姊妹相像，提升起来是溃来十足，无得甲除了好的基因，逐工有伴通搭一下喙骨，嘛是灯会show的独家配方。公司新闻林义主编译。台湾的酸亚伫法国是拍出真好的名声，也毋过这巴基斯坦的酸亚呢，就无遮尔顺利啊。受到中东战争的影响，运费加悬，佮加上这气候变迁，巴基斯坦酸亚今年是败市，外销的量已经落3成。巴基斯坦南部印度河流的区域，当年6月拢是酸亚大出的季节，在地真出名的品种信德里酸亚，国际嘛是俄罗斯的特质。毋过今年受到美伊波湾战争，佮附近的国家阿富汗地缘政治愈来愈紧张，加上温度愈来愈悬，互酸亚出口减30%。虽望酸亚伫咧在地价销无悬，毋过巴基斯坦国内因为电钱、油钱、通货膨胀率关闭10%，民众生活拢成问题，为出口转做国内买卖嘛完全无路通行。मुल्की हालात आप देख लें, महंगाई कितनी अरूज पर है, आमदन कम है, अखराजात ज़्यादा हैं. वो पहले अपनी रोटी का करें या हमारे आम का करें, ये तो आसाइश में आ जाता है ना. 气候极端化，让巴基斯坦5月温度就飙到摄氏40度。最近这几冬，高温嘛已经变作是真世常的代志，颠倒造成严重欠水的问题，还有酸亚各样害虫嘛真严重，连酸亚种植的面积嘛开始倒休。Climate change has brought in quite a few challenges. And first and foremost, challenge of the climate change is that the pest has become intense, it has become severe, and it has become difficult to control. 阿富汗、伊朗甲波湾国家拢总占巴基斯坦酸亚出口量的80%。毋过自2020年2月开始，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边境爆发严重的军事冲突，让阿富汗甲边界全部关起来。巴基斯坦当年甲阿富汗出口买2万吨的酸亚，阿富汗毋但是巴基斯坦酸亚重要的消费市场，更加是巴基斯坦进入规个中亚市场的重要道路。另外，美伊的波湾战争爆发，核武器海峡封锁，燃料成本起哩，嘛互外销运费起4倍到5倍，造成巴基斯坦市场败市、果子园破产的问题。公司新闻景冠庆编译。除了酸亚以外呢，来看马来西亚今年这榴莲是大出的，也毋过呢，因为外销运费上悬，榴莲嘛袂当保存遐尔久，所以转伫国内俗俗啊卖，互当地民众是食甲真欢喜。马来西亚的街道四界拢是榴莲的味，今年因为天气好，榴莲的产量出现惊人的大爆发。现在榴莲的价格啊，就是第一方面就是产量多了。今年比去年多了，大概是有4成到3成，多了很多成了。那个榴莲变成了今年的价格最低了，比那个20年前的价格更便宜啊。产量大增加，加上榴莲高分拿落来的果子袂当放过暝，农民敢来当长工采收，暂价卖。真侪高级的品种价销大半。爱40零价的鸟山王，甚至有的红扑甲个位数，互消费者冒死啊！ Oh, it's definitely cheaper than the price that we usually buy back at home. So usually it's about, we purchase durians like 3 or 4 times a year, and back at home it can get up to 50, 60 ringgit a kilo, but here's like 8 ringgit. You can get it for like 11, which is so much cheaper, and I think we've bought a lot more than we usually do anyways, yeah. Because they ship to China and it got even more expensive. But I think this year the weather is good. And yesterday we saw it's because of the shipping charges. A bit it's very expensive now because of the most of the food is still here locally now. So then Malaysian will get to enjoy cheaper durian. 马来西亚的民众食甲笑嗨嗨，农民却是笑袂出来，因为油钱大起，唔那出口的运费大增加，连肥料的成本也对立起价。肥料现在肥料也是起大价吗？就是油起价都是肥料起大价了。以前1吨才1000多块，现在1吨要6000多块肥料，变成它的价格会高很多。马来西亚的民众食榴莲食甲饱饱，甚至希望搁较俗价。这互海外介意食榴莲的人是心善甲对心肝。
农民是期待出口需求会当增加，那无就只有是甲这个委屈甲辛苦拢囤北来。公司新闻林义竹编译。天气的消息来看，第9号风台巴威虽然讲离台湾还阁真远嘞，也毋过伊的强度甲暴风圈是直直安尼扩大。气象署是指出讲，这条巴威风台呢，伊的结构真十尖，拜5甲拜6是上晚近台湾的，到时阵这各地风雨可能会真大。也若拜1到拜3这天气也是真烧热，所以呼吁民众在趁好天，做好防灾的准备。这几天的天气是真烧热，到拜3进前拢是这款热人的天气。不过气象署提醒，要尽早观察强烈风台巴威的路线。目前风台离台湾有2700公里远，预估这个拜5、拜6会上晚近台湾。虽然强度会小可减弱，不过暴风圈的范围也是较大。按算礼拜，风台才会渐渐离开。在8号之前，大致上是以稳定西进受太平洋高岸南侧的导引气流影响。不过9号之后，慢慢的会往比较偏北的方向去移动哦。我们可以看到，其实靠近台湾的时候呢，整体的误差范围都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它偏东偏西其实都还是有比较大的不确定性。不过有限于这个台风的强度比较强，大小也比较大哦，所以说它在靠近台湾的过程当中，一定会影响到台湾，为台湾带来一些风雨。气象署表示，受到风台巴威的影响，拜3开始，基隆北海岸、东北部沿海甲恒春半岛可能会有大影。气象署预计会伫拜4暗时发布海上警报。若拜5、拜6，巴威上晚近台湾的时，台湾各地风雨可能拢会较大，尤其是北部甲外山区，可能会落大水雨。10号、11号呢是受到台风最明显的一个时间点哦。我们可以看到全台各地都容易会有下雨的状况，在北部地区、中部的山区，还有东北部地区，可能都要留意会有豪雨、大雨或豪雨的状况。所以要提醒在北部山区还有近山区的朋友，一定要留意这一波带来的雨势。另外还有风势也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也若拜1到拜3，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也是真烧热。气象署表示，伫湘北地区、东南部外山区、甲华东冲国，可能会有36度以上的高温。过到了后，北部、南投、甲山区可能会落局部短暂的雷公风。气象署也提醒民众，趁拜1到拜3的好天，检查排水的设备，把扛棒固定好势，做好防灾的准备。记者季佑记者桂林台北报道。今仔日台湾各地还阁有平湖、金门、马祖大多数是好天到济云，干那东南部地区甲恒春半岛会有南山短暂阵雨。过昼了后，伫北部、南投地区还阁有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以上是这个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